中央氣象局喺18號解除全台嘅陸上、海上馬勒卡颱風警報，同時亦都解除全台大雨特報。呢兩日全台最大雨量都集中喺北部地區，對雲林嘉義呢啲蔬果產區嘅影響比較細。預估國內嘅菜價應該唔會有太大嘅波動。馬勒卡颱風逐漸遠離台灣。中央氣象局18號上晝11點30分解除全台陸上、海上颱風警報，亦都解除全台大雨特報。由17號到18號早上11點，全台最大降雨量出現喺台北油坑，總雨量430毫米，雨量大部分集中喺北部地區。而受到颱風影響，又適逢中秋連假，葉菜類同水果類都有微幅上漲。不過業者表示，呢一次颱風蔬果價格相較於以往波動並唔係好大，只不過賣相比較差。而先前嘅莫蘭蒂颱風對高雄屏東水果區影響比較嚴重，馬勒卡颱風就冇造成太大嘅損失，蔬果平均價格反而趨於穩定。高雄西子灣漁船漏油意外，雖然柴油唔同於重油，不過學者指出，油只要流入海裏頭唔清除，一樣會乳化下沉，污染海底生物。另外，漏油處係台灣特有種柴山多杯孔珊瑚嘅發現地，目前仲未完成保育類動物公告。如果不幸喺公告之前就死亡，無疑係最大嘅遺憾。透過空拍機清楚可以見到，瞓喺西子灣外嘅4艘漁船不斷流出黑色嘅油漬。雖然流出嚟嘅並唔係最難處理嘅重油，而係柴油。不過研究油污嘅學者指出，柴油完全揮發要7到10日，如果唔盡快移除，海浪拍打之下一樣會乳化，污染海中生物。漁船擱淺漏油嘅地點，其實距離台灣特有種柴山多孔珊瑚嘅發現地非常之接近。呢一種瀕臨滅絕嘅珊瑚，因為擾動同開發行為，就係剩翻唔到50個群體。最近先至啱啱結束保育類動物預告。學者表示，萬一喺正式公告成為保育類動物之前就死亡，會係極大嘅遺憾。30年前首次喺西子灣發現柴山多孔珊瑚嘅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陳超倫表示，呢一種珊瑚唔單止數量稀少，而且佢嘅近親都係生長喺幾百公尺嘅深海裏頭，但係佢就極為獨特，生長喺淺海。佢希望相關單位盡快移除油污，咁樣先至可以潛入海裏頭睇下珊瑚係唔係安好。總統府18號早上9點到下晝4點開放俾民眾參觀，呢一次亦係520政權交替之後總統府嘅首次開放參觀活動。總統蔡英文上台之後，總統府首次開放俾民眾參觀。雖然9點先至開始入場，不過7點幾就大排長龍。唔少家長利用呢個機會帶住小朋友前嚟參觀總統府。總統府特別安排民眾由大門進入參觀，喺導覽志工嘅引導介紹之下，大家亦都把握機會影相。唔少民眾參觀完之後，覺得總統府並冇想象之中咁嚴肅。總統府秘書長林碧超親自喺中山廳迎接參觀民眾，並且強調呢個係人民嘅總統府。蔡政府上台之後嘅第一次總統府開放參觀，亦特別重新打造府內嘅展覽內容，介紹總統府由威權時代走到目前民主嘅歷史過程，就係希望能夠將蔡政府塑造成為以人民為主嘅形象。按照現行制度，退休軍公教人員比照在職人員都可以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淨係舊年就有將近7萬名嘅退休人員申請補助，超過10億元。有立委認為，對於超過90萬名負擔學貸嘅在學或者係畢業生嚟講，好唔公平，打算提案
納入年金改革嘅討論範圍。學生申請助學貸款，幫忙分擔家計。目前全台有超過90萬名在學或者係畢業生嘅身上都背負學貸壓力，而軍公教人員無論係在職定係退休，按照現行制度都可以請領子女嘅教育補助費。呢種制度可能將會列入年金改革討論。退休軍公教人員嘅子女教育補助費喺舊年退輔會發出8億元嘅補助，教育部係8200萬，林總總加起上嚟超過10億元，有將近7萬人申請。以就讀大專院校嚟講，公立學校一個學期補助13600蚊，私立學校35800蚊。年金改革議題頻頻上新聞版面，軍公教人員嘅相關福利制度亦喺改革嘅一環之中。要點樣做先至可以顧及各職業族群嘅需求，考驗執政者嘅智慧。唔少民眾屋企都有備用成藥，不過而家傳出有10幾種藥品要起價，其中酸痛貼布薩隆巴斯愛漲幅最大，達到1/3。對此，食藥署強調將會請業者說明調查係唔係有聯合哄抬價格嘅行為。有啲人身體唔舒服，會到藥局先買成藥嚟食，緩解症狀。不過而家傳出有10幾款家庭常備用藥要起價。藥師表示，由上個月開始就有好幾間嘅藥廠通知各藥局要調漲價格，其中漲幅最大嘅係薩隆巴斯愛大包裝貼布，一盒由110蚊起到145蚊，漲幅達到1/3。CC 感冒膠囊原本賣100蚊，而家起到120蚊。另外，竹爽藥粉由150蚊起到180蚊。敏甘寧同鐵胃胃腸藥顆粒就係由原本一盒100蚊起到120蚊，通通都起價2成。對此，食藥署表示，藥品相關新制已經實施將近2年，近日將會邀請業者說明漲價嘅原因，否則唔排除送公平會調查，係唔係有聯合哄抬價格嘅行為。子宮頸癌位居國內10大婦癌嘅第7位。目前國內一共有3款子宮頸癌疫苗，不過只限於26歲以下嘅女性。不過最近有唔少超齡嘅婦女喺醫師建議之下施打，出現不良反應。衛福部表示，如果醫師促銷超齡婦女自費嘅接種嘅話，最重可以廢止醫師嘅證書。國內青少女發生性行為年齡越嚟越早，為咗預防感染人類乳突病毒 HPV， 最好嘅方法就係注射子宮頸癌疫苗。不過國內近嚟傳出有唔少婦女反映，產後接受醫師建議自費施打子宮頸癌疫苗之後，出現頭暈、嘔吐等副作用。因此衛福部決定，如果醫師建議超過26歲以上婦女接種子宮頸癌疫苗，萬一出現非預期嘅不良反應，將無法申請藥害救濟。衛福部表示，目前國內核准總共有2價、4價同9價3款子宮頸癌疫苗，適合9歲到26歲女性接種。加上美國臨床實驗仲無法證實，超過26歲女性接種子宮頸癌疫苗具有預防效果，因此先至唔鼓勵超齡婦女施打。衛福部強調，如果發現有醫師促銷超齡婦女自費施打子宮頸癌疫苗，將依法移送懲戒委員會，最重可廢止醫師證書。唔少民眾會購買染髮劑自己喺屋企使用。醫師提醒，永久性嘅染髮劑之中含有苯二胺 PPD， 如果使用得太過頻繁，會造成皮膚刺激或者係髮質受損。建議民眾染髮最好間隔3個月以上。為咗令到自己睇起嚟更年輕，唔少民眾會購買標榜快速染、輕鬆染或者係泡泡染等產品喺屋企自行 DIY。大
但要小心使用不當，可能會產生過敏。就曾經有一位冇染髮經驗嘅年輕人，直接將染髮劑搽喺頭部，仲接觸到頭皮、頸部、耳後嘅皮膚。估唔到接觸到染劑嘅部位開始出現痕疹，更加因為拗傷頭皮造成感染流膿。醫生表示，一般染髮劑大多含有加速上色嘅對苯二胺 PPD 化學成分，因為頭皮係毛囊最多、最密集嘅部位，染髮劑嘅成分可能透過毛囊進入人體，不當使用都會對身體造成負擔。醫師亦都提醒，雖然目前尚無證據證實染髮同癌症嘅相關性，但民眾如果染髮太頻繁，仲係會造成皮膚刺激或者係髮質受損。建議每次染髮最好可以間隔3個月以上，使用前最好先進行皮膚過敏性測試。另外，女性喺生理期嘅時候，因為肌膚穿透性比較高，如果平時就容易出現過敏症狀，亦都要避免喺呢個時候嚟染頭髮。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藝術家鄭麗雲的作品的時候，都不免驚訝，為什麼在西化的非常寫實的背景之下，那麼東方的線條能夠這麼樣子生動地穿梭其間，讓海浪更像活潑生動的海浪，讓這個大火呢像是一個熊熊燃燒的大火。他怎麼辦到的？請收看由我為您主持的《文人正事》，我們一探鄭麗雲的創作之路。歲月穿針引線，記憶秘密縫合。老師傅依舊守着手工製作旗袍這傳統行業，用半個世紀的青春，為不同時代的女子留下美麗的身影。旗袍有分2派，一個京派，一個上海派。真正傳統的那個才叫京派的旗袍。那我們現在這種是在上海改過來的。師傅說，旗袍的好看就在於合身與否。手工製作的第一步是量尺寸，以傳統廣東尺丈量的動作起落中，我們看見老師傅維持了數十年的謹慎態度。這些細節很多，包括要處理布料，再來就是裁剪剪底部，再來就是打這個胸褶，啊，這個胸褶用機器車好了，燙好了，要把尺寸搞準了，把裡部配起來，然後再來車滾邊上領子，之後再釘拉鏈扣子，那釘材就完成了。慢工出細活，傳統的粉線帶畫出光陰的痕跡。店鋪裡的每樣工具都是伴着師傅一路走來的老夥伴，而布滿了師傅手痕的每件旗袍，都刻畫了一個時代的記憶。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把那個通通帶到台灣來了。那台灣就是說40年到60年這一段時間，真的穿旗袍的人太多了。所以說，上至那個政府高級官員的夫人，下至平民百姓。所以那個時候穿旗袍生意非常好。歲月遞嬗中，手工旗袍風光不再，但每一項手工技藝都代表着台灣質樸與實在的精神。希望傳統技藝的美好持續傳承，這是老師傅堅持了半世紀以來最深最美的期許。一年一度嘅雙十國慶即將到嚟，亦係各地僑胞返國嘅最高峰期。今年僑委會更加擴大慶典旅遊路線，由原本大約20條路線拓展到90條路線，套裝行程由北到南，包括離島地區，亦都全部囊括其中。中華民國慶祝雙十國慶典禮，每年都吸引咗好多海外僑胞回國參與。為咗讓返國嘅僑胞有機會順道遊覽國內各風景名勝，
親近家鄉嘅風土民情。僑委會亦都會辦理相關嘅旅遊活動，今年更係擴大規模，精選40間旅行社業者，規劃90條路線，承造嘅旅行社業者亦都紛紛推出精選嘅套裝行程。無論係美食，抑或係 DIY 製作各種體驗活動，全台各地知名嘅溫泉勝地、花蓮太魯閣嘅鬼斧神工、東海岸嘅自然風光同原住民文化，中部區域最知名嘅日月潭、遊湖飲紅玉紅茶，甚至包括登上阿里山、吸收芬多精。北中南加上離島5大地區，多種路線提供選擇。希望等僑胞佢哋回味無窮。想話要參加慶典旅遊嘅僑胞，需要喺規定時間內去僑委會報到，領取僑胞證，並且使用僑胞證等資料辦理旅遊申請。回國參與國慶年度盛事，亦都趁機走訪台灣。僑委會期盼透過旅遊規劃，能夠增進海外僑胞對故鄉嘅感情。全台最長嘅八卦山天空步道7月10號開幕之後，每逢假日人潮洶湧，成為最熱門嘅景點。不過，由於彰化縣府預定3個月嘅免費入場期限就快到，由10月起可能要開始收費。唔少遊客同攤販都希望繼續免費，以免造成人潮流失。喺步道上欣賞美景，仲可以眺望八卦山嘅景緻。每到周休假期，彰化八卦山嘅天空步道都係咁樣人潮逼到爆晒。不過免費享受美景嘅優惠可能就快取消啦，令到好多人話好可惜。攤商話八卦山沉寂咗好耐，好唔容易最近人潮回流，令佢哋嘅生計好咗一啲。而家又要收費，擔心人潮會流失。不過亦有人認為，當地每到假日人潮逼到爆晒，加上交通嘅動線又唔好，實在好困擾。希望用收費嘅方式可以控制人潮同旅遊品質。縣府表示，將會匯整各方意見，作為評估收費與否嘅依據。未來無論係縣府營運定抑或係委外營運，收費都維持50蚊嘅上限，唔單止兼顧營運成本，亦可以達到使用者付費嘅原則。被越南人稱為孤兒之母嘅黃小香，因為自己自細亦係孤兒，命運坎坷，悲慘嘅童年令佢立志要成立孤兒院，俾所有小朋友都有一個家。佢嘅故事唔單止感動全越南人，更加獲選周大觀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細心照顧一個個受遺棄嘅孤兒，喺越南被稱為孤兒之母嘅黃小香，喺越南成立孤殘兒童收養中心之後，陸續撫養將近5000幾名嘅孤兒。同樣身為孤兒嘅佢，諗翻起細個嘅時候，唔單止被養父性侵，仲被販賣成為性奴隸。悲慘嘅過去令佢立志成立孤兒院。呢一種勵志嘅心路歷程，更獲選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19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黃小香為咗盡力照顧收養嘅孤兒，選擇唔結婚，將自己都貢獻俾孤兒院。呢個事蹟獲得越南國家3等勳章，更加引起當地媒體嘅注意，貼身記錄12年，希望將呢一種義行感染越南嘅當地人，更希望可以傳遞俾全世界。黃小香投身照顧孤兒已經超過20幾年，由喺路邊買香口膠撫養6位孤兒開始，到而家成為越南當地慈善機構嘅負責人，身上仲有肺癌呢3種癌症，可能隨時都會走向生命嘅盡頭。黃小香話：佢一定會照顧呢啲孤兒到佢嘅最後一刻。2016台北藝術節邀請多國藝術家帶嚟豐富作品，其中由導演洪鴻同音樂人黃連旭聯手帶嚟一套穿越時空嘅客家搖滾音樂劇《我是東南西北香蕉人》，詮釋客家詩人黃遵憲嘅故事，希望顛覆觀眾對客家對音樂劇嘅想像。客家會唔會等你喜用？台
同客家名人展的開幕。香蕉國嘅客家文物館即將啟用啦！典禮中有一個展示多位客家名人嘅互動裝置，因緣際會下被人按下咗唔能夠按嘅開關，令到生活喺清朝末年具有開創視野嘅客家詩人外交官黃俊憲穿越到8年之後，見證佢努力爭取嘅自由民主實際發展嘅樣貌。呢個係導演洪洪首次嘗試創作嘅客家音樂劇，為咗呈現客家人既保守又前衛嘅性格，導演洪洪揾嚟咗客籍音樂人黃連玉合作，從佢創作嘅多元類型音樂中嚟傳遞客家文化豐富嘅能量。劇中大量運用戲偶、動畫等元素，加強穿越劇想表達嘅魔幻感受。演員不停咁喺音樂、詩句中轉換角色，並且透過時光機嘅穿梭，令到觀眾有咗更多想像。主角黃俊憲經歷呢一場時空之旅之後，深刻體認應該繼續透過詩作嚟記錄歷史。呢個亦都呼應咗導演洪洪嘅創作目標，要令到觀眾入到劇場之後，隨住劇情嘅發展、角色詮釋同當代社會議題有更多互動。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白先勇。台灣的宏觀電視長久以來以各種不同的角度來介紹台灣。我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個節目。我也祝福大家好。台灣四面環海，漁港多達200多處。不僅是漁業發展的根據地，更是維繫漁村經濟的重心。近年來，隨着休閒旅遊風潮的興起，台灣的漁港有了全新的改變。他們披上新裝，從內而外展現出獨特的魅力，吸引遊客的到來。而這些魅力漁港又有哪些獨具特色的玩法呢？來到這裡可以享受乘風悠遊的自在，漁港周遭完善的自行車道，讓人用暢快的心情，輕鬆地欣賞美麗的漁港風光，在海天一色的美景中追逐自由，親近大自然。除此之外，漁港還有着教育的功能，許多漁港都依據當地的漁產特色設有博物館，讓人認識漁獲，也更接近在地文化，寓教於樂是親子共遊的好去處。來到漁港，絕對不能錯過的就是這裡的美食。餐廳提供的現撈漁獲，讓人能品嘗最輕的海鮮。除了吃，還能買。各地漁港的觀光魚市以及漁獲直銷中心，多的是便宜新鮮、琳琅滿目的海產。近年來，台灣各地漁港更積極地開闢藍色公路航線，讓民眾暢遊海洋風光，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完善的建設、優良的休閒環境，賦予漁港新生命。如今，台灣島內已經形成一股漁港休閒新風潮，吸引許多人來到漁港，感受台灣漁港之美。魅力漁港，風情萬千，讓你擁抱新海洋，徜徉新世界。繼續帶你關心各地嘅藝文訊息。
以上係今日嘅宏觀粵語新聞，好多謝你嘅收睇，我係黃志光，我哋下次再會。